阮姑婆的养女，自足细汉就互送去台北做使用人。后来可能是因为经济状况，互伊感觉有面子啊，开始三不五时早礼物转来故乡探亲。有一摆，伊早美国罐头转来，想袂到所发生使人料想袂到的代志。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亲妈，你规暝摇摇选是咧创啥？我咧看时间到啊未？摇袂啦，真正2点半呢，要早咧，紧困啦。我困袂去。会记得第一摆去台北，是过后4年的远足。要去的前一暝，欢喜甲困袂去，一直起来看时钟，嘛一直哄骂。困袂去嘛，爱乖乖啊，甲我倒好，伫遐爬来爬去，吵甲别人拢免困。毋过，欢喜甲困袂去的，毋是干那我一个。透早5点40分的火车，学校规定5点20一合。虽然魏远庄去到车头差不多要1点真久，不过打3点，门骹口煞已经听到来来去去的脚步声。阿庆，你起来啊未？台北一天来回，会用即去的所在无介济。早起去圆山动物园、儿童乐园。中昼食线是去新公园的博物馆看历史文物。毋过，囡仔要是感觉踩伫口面的老火车头，哪像加较趣味。若讲到进前捌听人讲过，并且充满幻想的大稻埕、塔古市、中山北路、4条通、5条通，老师拢无带阮去。问伊：老师，大稻埕是伫倒位？老师嘛毋知，4条通、5条通咧，毋捌听过呢。你是伫倒位听到的？其实，这个青分的名词，拢是听一个关系足远的亲情讲的。伊的嘴面永远拢是台北的代志。伊是阮姑婆的养女阿美啊。
阿米亚自细汉就互送去台北做使用人，后来敢若对人走，就安尼甲姑婆无联络。后来听讲，佮对过几来查甫人，才总算稳定落来。兼差是经济状况，互伊感觉较有面子，嘛较有自信啊，所以就开始无定期倒来厝里看姑婆。伊若像人一两冬，就会无讲无答倒来山顶一摆。逐摆倒来拢找一大堆礼物，为随风直接坐出租的乌头仔车骑来山顶。迄个年代乌头仔车完全是好野人的特殊记号，所以当车伫落那的公路顶出现的时，规整的人目睭拢咧金金上。伊嘛若像真享受迄段落车了后，一路行到姑婆因兜的过程，伊会对每一个看到的人自我小解，讲：哎呀，我是咸菜镇的查某囝啦，我对台北转来看阮阿母。无大见，伊阁会讲一寡即阵想起来袂输挑工咧甲人等的话，亲像要是山顶较好，山顶加少凉，无像台北的老仔厝有够热，我住甲会惊。抑阁有，即马车钱拢起价啊，一抓100块，100块了。阮小弟伫遮做工，爱做3工才有100块呢。不离个，为着看阿母，这钱嘛袂当省啦。你讲对毋对？你若问我为什么知影这个过程甲这个话，迄是因为恁阿米姨啊，转来啊，紧去甲斗骹手。姑婆便也伫山骹远远认出时的查某囝转来，拢会叫阮用走的去甲斗换行李。头起先，我阁不只介意这项工课，因为行李若换到位，就会得到礼物，亲像鉛笔、树林膏、巧克力豆。毋过有当时啊，嘛有可能是一寡鹿角、塑胶，亲像毋知要用来创啥的彩色玻璃、风景图片。有一摆，我阁摕到一本英文版的百货卡达洛克咧。不过对阮来讲，这个物件拢是为都市来，一切拢真青，一切拢真有价值。也毋过，渐渐大汉了后，有一寡话、一寡代志，慢慢听有啊，嘛看有啊，嘛会使讲人大汉嘛较有心机，所以对这个人甲伊的礼物，毋但失去兴趣，阁有一撮排斥。甚至会使讲是讨厌。台北菜咱内爽有够济，咱遮足精，台北毋是，全车足差的。伊的嘴里永远拢是台北的代志。我伫台北拢嘛坐塔库斯去大潮店买东西，也阁有恁敢知影？伫普里路食西餐是用刀啊，毋是亚滴了。伊的话对时间行，渐渐出现美军顾问团、精工市场，甲一寡听无啥有的名词。我甲恁讲哦，阮翁即马对美国人咧做代志哦。伊迄个翁，阮真够胆也毋捌见过。即马有真济美军住伫台北咧做政府的顾问，阮翁即马就是食因的头路啦。无讲你毋知，咱遮食头路拢是领月级，一月你挣一摆薪水，
因阿肚啊是一礼拜发一摆薪水，领起来是双倍济，偌尔好康咧！迄是1970年代中期的代志啊。凡说是因为安尼，有一摆伊回来时，礼物嘛有明显的变化。嘿，我甲恁讲哦，即摆我炸回来的物件，保证恁拢也毋捌食过诶。哇，这是啥？这是对美国进口的美国人的凉水，叫做萨苏。萨苏，萨苏美玲，哇美玲。会记起伊早2罐美国萨士回来，10几个囡仔共加啉，我放弃无啉，所以毋知影是啥物气味。哦，惊死人！阿肚啊穿的衫拢这呢大领。伊嘛甲大人炸真济衫，甲绿滚草色的厚袜啊，毋过寸尺大甲足离谱。实在有影大领，你看我这领长裤，穿起来强要到颔棍。真嘛，你真正改改咧，会使做旗袍穿啊！正常啦，你无听人讲美国西装大师啦。另外，伊嘛甲一寡老伙仔人炸真济美国的肉罐头。这美国罐头无俗哦，恁留起来做西茄菜，家己食，无营养。囡仔3不5时想一个，意思意思就好啊。若无，较济嘛无够因食。阮阿嬷嘛有分着几罐啊，毋过伊含阿姑大，无含阮做伙大，所以阮连偏芳的机会嘛无。不过阿嬷听厝边讲罐头有一个臭臭味，嘛毋甘直接食，拢是人饮时啊落去吹。伊讲安尼毋若较袂臭，一罐阁会使食较久。伊阁讲，莫怪哦，美国人拢生做遐勇。我食美国罐头肉了后啊，骹给偌有力咧，八石眼拢袂酸。阿公甲阮大，伊无分着罐头，嘛毋知是毋是心内怨妒。听阿嬷安尼讲，故意含伊对价。呸！美国屎就较芳。迄年，阮老爸运气歹，伫矿坑互落石跌断骹骨。矿工病院医无好，转去劳动圣母病院继续治。阮阿母不得已甲工课停起来，去病院顾阮老爸。要去进前，伊交代讲：若无米，就先去干妈店写。啊，若配饭的菜，阿母扛一大袋高丽菜干回来。这个高丽菜干应该有够恁食一礼拜啊！哈，干那高丽菜干尔哦。我上无爱食高丽菜干。这几工较啉奶咧，一礼拜后我会炸足济鱼，甲足济肉回来哦。耶，水啦！听阮阿母安尼讲，小弟小妹又搁欢喜又搁期待。敢若我一阵心酸。
阿母出门了后，阮就开始三顿拢食高丽菜干的日子。桌顶唯一的菜，就是炒高丽菜干甲高丽菜干汤。又搁是高丽菜干，我想要配别项菜。莫啰嗦，紧食。食到第3天，小弟小妹饭哪食，目屎哪流。第4天，小妹完全毋食，安怎甲囥，伊就安怎哭。囡仔人袂使遐紧食，遐无味大汉哦。阿公伫白饭顶面，甲高丽菜干铺做一蕊花，骗伊讲：妹啊，你看，这是西餐呢，美国人在食的西餐啊，足好食的，来紧食。不会呢，迄毋是呢，我不会食啦。叫你食就食，你先哭啥？回来上晓。阿嬷可能有听到我变面的骂人的声，惊过来探。啊是咧好安怎啦？伊溜一粒桌顶的菜，教我讲：希嘛，你去古堡遐摕一罐美国罐头来，用饮匙啊吹吹咧，大家欠欠啊食。美国罐头的 size 无亲像遐的衫甲梅啊，并无特别大，甲咱的往来罐头差不多。我先较饮匙啊，放落去换工，刷倒来开罐头。足香的，一定足好食的。小弟小妹足欢喜，围伫边仔哪看哪等。阿公进前既然讲美国菜较香，所以表示无兴趣。我食饱啊，恁豆豆仔食，我要来去隔壁泡茶开讲。迄时我已经读初中，英文小看捌，一边开罐头，一边好闲看顶面的字，好死毋死，顶面有几个字拄好才教过。FORPET，for pet 是宠物 ，for pet 就是要互宠物食的。那安尼，这罐头毋着要互狗仔甲猫仔食的。下几日我规个人拢硬去啊！娘咧！我承认，伫迄款年纪面对这种代志，总是难免有染着一寡对某物人的偏见甲歹印象。伫迄望年，一种互看轻、互侮辱的愤怒甲苦恼，为我的心肝窟仔逼出来。甲阮当作精神。下几日我刷落来是冲出去外口，甲还未完全拍开的美国罐头，出力弹落去山骹的树林内，大声骂：摕一箱精细罐头来互阮食，干！刷落去是一场天下大乱。小弟小妹大声吼，嘛毋知是失望，也是互我熊熊起掠戆惊着。阿公阿嬷两个人拢冲入来。我安怎啦？罐头啊兄，毋是有开互恁食？阿兄甲罐头摕去等遐干啊！他会甲等迄个？阿兄讲，迄罐头是互精细食的。对啊，毋对，要互精细食的。阿兄讲罐头天面有写，讲要互狗仔、猫仔食的啦。卖破假破，你加读几档册，都较捌。我食遮老，透死人，嘛毋捌听过狗仔、猫仔的罐头，卖破假破。阿公哪像嘛无完全徛伫我这边，总是会当食的物件，你着安尼甲等下讲，啊毋惊叫你讲哦。厝边隔壁嘛走来插，毋过因看袂做一个，主要是阿嬷拢无啥甘蔗物件，你看要安尼做？
送落来画面类似是电影。我伫厝内食冷饭，配高丽菜瓜，溜溜啊抬头看对厝外，看到大人摕火灯啊甲手电啊伫树林内找迄个罐头，海来海去的光线，有时阵会笑到伫边仔挺后的阿嬷甲小弟小妹的身影，小妹的目屎枵袂干。迄个罐头后来一直拢无找到，阿嬷犹原坚持甲剩的罐头食完，阿公原在毋食，毋过理由无共款啊。前生食的物件才要分我。一礼拜后，阿母回来啊，有影无炸鱼啊，嘛无炸肉，干那炸一寡糋猪皮甲豆瓜糋。毋过小弟小妹食甲足欢喜，欢喜甲袂记即甲阿母斗罐头的代志。阮阿母敢若知影即件代志，毋过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即句话经过几落冬后，我才完全听有。虽然是台北人，嘛有真侪物件伊毋捌，伊只是毋知影家己毋捌，伊毋是故意的。今仔日的广播剧台北来美国罐头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国中阿钦单义如演出，国小的阿钦苏胜富演出，国小的同学吴炳英演出，阿美啊吴秋娜演出，姑婆林秋霞演出，小弟苏胜富演出，小妹李东云演出，伯啊王家静演出，姨啊黄志立演出，阿嬷刘玉玲演出，阿公张志宏演出，阿钦的老母洪昭文演出，
老师挖开迄面出。暖暖在门口，咱来故事看万地。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朗读魏金兵。这篇台北内的美国罐头是发生在1960到70年代瑞丰山顶的矿区砖头。迄个大家拢无法度过好生活的年代。对着台北，甚至遥远的美国，拢有侪侪幻想。但是这个梦想，竟然是有一个砖仔头内名声无介好的高步的勇女的身躯顶看到。伊住伫台北，定定坐乌头仔车转来砖仔内，一句台北长、台北底，甚至搁雕工、搁摇摆，摕美国罐头转去互高步食。砖仔头有人欣赏，有人怨妒。搁较济是看袂起，心内可能咧想，也毋是靠查甫人，才有法度伫台北过好生活。故事的发展对众人欣赏，但是怨妒的眼光，生一个大挖，发现原来这美国罐头竟然是互猫仔甲狗仔食。这些遐感觉美国屎嘛是芳的大人，一个一个喙拢掂起来啊，嘛无人爱食这罐头啊。一方面是感觉家己足见笑的，一方面嘛真生气，讲高步的勇女哪会用这款的方式来侮辱甲欺负砖仔头内的人。干那作者阿母伫故事的收尾的时阵，无意无意的讲一句：啊，人嘛是好意，伊家己嘛是毋捌这个代志来做结束。作者阿母最后的这两句话，会当讲是规个故事精彩的收尾。作者阿母表现出台湾妈妈宽容大度的智慧，伊对高步的勇女有唔甘甲疼惜，唔甘伊做一个勇女无去用好好对待，无说你煞伫繁华的大都市失去方向行偏去。迄几罐美国来的罐头，高步勇女可能完全唔知影迄是互猫啊狗啊食是无，嘛有可能是伊抱着以早对做勇女的不满，去怨叹高步细汉就甲送去台北，互人做使用人，煞来对高步报复。毋管是倒一种，对作者阿母来讲，拢知影高步勇女心中欠一个爱，较会去用爱典甲虚华的方式来徛伫众人的面头前。作者阿母生活伫愈来愈稀微的矿川。哪会毋知影即个社会现实甲无情呢？但是伊用同理甲温暖的人情来去理解。另外，我想伊嘛相信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互相留一个空间甲机会。即款老时代的温暖的人情，是足难得的气度甲智慧。旧的无一定就是不如新的。山顶阿母的古早智慧。伫今仔日即个竞争的社会，更加达到咱深深的学习甲体会。
仔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的？阮虽然毋是介意坐伙，老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们客，家己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首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节目现场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家时民计划发起人、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大家平安，我希美。好，感谢希美老师。顺利去介绍三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第一位是台文研究所的沈仁宏。大家好，我是仁宏。第二位同款是台文研究所的侯良庭。大家好，我是良庭。第三位是政治系潘瑞婷。大家好，我是瑞婷。好，欢迎三位同学。另外两位提供翻译参考的台语老师是台湾歌仔协会理事长萧丁春老师，也有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好，咱对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讲出5句华语词，要来请同学翻做台语，请听第一个题目：远足，远足。好，计时1分钟，请讨论。较口语的，游览。好，时间到，请讲答案。去外口行搭，去外围行看看。好，咱请希美老师指导。其实这个词咱台语本身都有咧讲，就是远足。另外个会当讲远翕。其实你若要讲较口语的，就是简单讲，咱会讲去倒位，袂特别讲我一抓路做远安尼。你因为你直接讲地点，人就知影你是去倒位。比如讲要去日本佚佗安尼，所以其实爱看前后文。好，顺利去，咱来听其他两位老师的讲法。萧丁春老师，远足；陈鸿辉老师，远足。顺利去第二个题目，帮佣，帮佣，计时1分钟，请讨论。灯缸，灯缸没有？灯缸是灯缸哦。好，时间到，请讲答案。倒骹手的，倒骹手的，请希美老师指导。我先讲3款吼，就大家听看卖吼。足细汉就去台北做请工，还是讲做雇工，另外一种吼。较白话吼，足细汉就去台北互请，伫别人斗倒骹手。因为其实帮佣这个词，就是其实拄则同学真好，有讨论到一寡词吼，比如讲咱可能古早，比如讲有相关的词啊，比如讲伙计啦，查某囝啦，还是讲小数啦，其实迄拢有一寡时代性的背景，还是讲伊可能迄个词是啥物状况用的，其实。你爱考虑到迄个情景你其实你若比如讲，你若单纯要讲迄个佣人，其实再来嘛有讲这佣人，毋过其实迄个词敢有下即马伊迄个意思，就是咱即马因为古早迄款的，比如讲可能小数啊，是讲查某囝，啊是讲迄个拄则讲的佣人，拢是应该讲就是地位较低啦。所以其实敢有适合伫现代去用，我感觉爱考虑，就其实拄则考虑的点，我感觉做好，这嘛是翻译的时阵需要去考虑。因为台语词古早无的确有即款较新的概念，咱得爱想看嘛，敢有迄款较中性的词通去用。所以我才会出请工还是讲雇工。你若讲较白话，就是讲我着去互请，我是去人去啥物人兜去斗骹手、斗相共安尼。好，咱赶快来听其他两位老师的讲法。萧丁春老师，厝内的使用人；陈鸿辉老师，做使用人。好，继续第3个题目，
长了个头之后也长了心眼，长了个头之后也长了心眼。好，计时1分钟，请讨论。大了后，想什么呀？想东想西。好，时间到，请讲答案。大汉了后，毋若抽悬，嘛会加伤寒。好，请黑米老师指导。这个词吼，其实做侪种方式会当讲啊。我照迄个几句话吼，对头前讲，大汉了后，一寡话慢慢啊听有啊，一寡代志豆豆啊捌啊。吼，伊这后壁就讲，或者是吼，你就会当讲，可能简单讲，会使讲较大汉，当然你嘛会当讲较落。了吼我这是甲伊讲做，就是因为伊头前讲的，伊主要是咧讲迄个头壳吼所以我就调伫这个头壳里讲，头壳较巧啊，目睭嘛生对头壳顶去，就是顺续借迄个头壳来讲迄个伊看人无目地迄种意思啦另外嘛会使讲，嘛会教甲人使心性。好，顺利起来听其他两位老师的讲法。小林春老师，大一粒头以后也开窍。陈凤辉老师，变大汉啊嘛加足成熟。好，顺利去第4个题目。总难免携带着对某人既定的坏印象，总难免携带着对某人既定的坏印象。好，小朋友一个困难度，请同学讨论1分钟。好，时间到，请讲答案。加减对人有一寡歹印象。好，加减对人有一寡歹印象，请黑米老师指导。即句话，其实若要直接翻译，迄个句有较长，所以我是甲小可较缩减的。总是难免会感觉某物人定着真歹。因为你若要印象搁要藏落，就是迄个句会搁藏较长，较歹去讲。会记得印象，毋是印象，印象。好，赶快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凤辉老师。总是难免参染对某人固定的歹印象。好，谢林春老师。总是难免约着对某人定着的歹印象。好，所以去进行咱今仔日第5个题目。每隔1-2年便会无预告的回山上一次，每隔1-2年便会无预告的回山上一次。好，现场的同学计时1分钟，请讨论。无共讲的走对山顶一道，每隔1-2年，每隔1-2年。好，时间到。请讲答案。便若1-2冬过，伊无共讲地走对山顶。便若1-2天过，伊无共讲地走去你山顶。好，请黑米老师指导。伊亲像过1-2冬，就会点点家己登去山顶一摆。其实就是你可能会想免硬去翻迄个有预告。其实你若知影迄个情景，其实伊就是点点家己去做这件代志。安尼就是无。专工去讲讲，意思无讲讲。好，顺利去，赶快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首先来听陈凤辉老师。过1-2年，就会无讲无答，登去山顶一摆。顺利去，小林春老师。过1-2冬，就会无预告，就登去山顶一摆。好，上尾时间咱请黑米老师。针对今仔日3位同学的表现来甲咱讲评一下。好，其实这较侪问题拢是迄个句吼，拢会调伫讲迄个中文到底迄个词面怎翻译。所以我感觉迄个重点要是讲你要了解规拍伊咧讲啥话，伊的话语重点是咧讲啥话，才翻头倒来想讲咱平常时若台语咧讲即件代志的时阵会安怎讲？你特别一直调伫讲，我这中文词到底要安怎翻做台语？
要翻译做台语的时阵，其实有诶就是语言基本上两种语言做无共，你无法度做简单找到一个词，就对应到另外一个语言的共迄个词，还是讲伊随便有即个词，你甲对应到另外迄个词的时阵，你嘛要看迄个语境到底有效用无？所以其实翻译毋是做简单的代志，所以我感觉上简单方式做会到的，就是先了解伊咧讲啥货，你才想讲台语咱平常时啊会关系安怎讲，安尼去翻译电脑会较简单，袂掉伫遐。好，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成功大学的同学，还有咱的吴希美老师来上咱台语教室的单元，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阿美亚的吴秋娜。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言分享，嘛会使写文稿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小送，欢迎你做伙来到老热，请就咱们客电台网站详细了解哦。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起来，对不起，飞起来，好，飞起来飞，飞起来飞。大叔，我袂啉，我嘛袂啉。你卖遐合作。你虽然讲，但我嘛袂啉，我嘛袂，你互虽然讲安尼好。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家属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武南话》，还有《遐的母亲》，欢迎准时收听。普利路食西餐哦，好广告哦！过开腿，哎，这真的很八婆哎！哇，这主要是要凸显卡布西甲豆流店这新的名词。还阁有，恁敢知影？伫普利路食西餐是用刀啊，唔是亚滴了。好八婆！赏自己几巴掌啊！哦。叫做萨苏，我没啉，萨苏我没啉。干啦！你要继续讲，就是一直往上叠这样的。
是个又个是个嘞菜瓜。无遮欢喜，哎，叫要哭出来，个是个咧菜。又个是个嘞菜瓜，我想要配别项菜。卖啰嗦，紧食。